中老铁路保税进口粮食直达专列首发是指通过中老铁路运输保税进口的粮食，并通过专列直达目的地。这一举措的推出可以有效降低粮食运输的成本，预计可降低40%的运输成本。保税进口是指将商品存放在特定区域内，暂时不征收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直到商品被使用或转售时再进行税收缴纳。这种运输模式减少了中转环节和多次装卸的成本，降低了物流中断和货损的风险，从而降低了运输成本，提高货物的运输速度。这对于粮食等易腐货物来说，可以确保货物的新鲜度和质量。中老铁路保税进口粮食直达专列可以通过保税区域的便利条件，优化粮食运输流程，降低相关费用和税收成本，简化了进口粮食的报关和清关流程。中老铁路保税进口粮食直达专列，提升粮食运输的效率和质量，为两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积极影响。